哇，从这里23层楼这边，正前方的方向往义财金城、林默娘公园，林默娘就是妈祖的大陵，名字林默，然后加个娘。哇，这附近就是这是所谓的永华路这边呢、是台南市政府新的市政府附近。光山南台别院也在这附近。哇，这边是现在站的位置是宝光从政单位，宝光市从政单位，光辉火场，哇，在23楼。显显哦，台南的王坛主的家就在这附近。坛主都知道啦，就是安平啊。安平啊，哦，那灯火那么多，灯火通明。哇，那正前方那个是义财金城的林默娘公园。林默娘公园。在那边这边西边呢？这边西边啊。对啊。汉平古堡里较西北边呢？汉平古堡里这边啊。鹿耳门呢？鹿耳门那个顶呀。赞，谢谢。到台糖5分车呢，我在前方